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西元2006年，意大利有一个15岁少年盲青，因为白血病不幸过身，结果2项死后的成绩得到教廷来认证。天主教会按算要封伊做圣人，嘛正做千禧世代头一个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“节”，新节的“节”，读字的“节”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“节”的意思是咱人的脚趾。咱即马讲的意思，大部分拢是讲过去的人所留落来的物件，大部分讲的是建筑或者是文物，咱讲古迹。啊，若是过去所传来的代志，咱讲事迹。若是甲一般的情形无共，互人无法度理解的现象，也是代志，咱讲奇迹。过去的人所留落来的事迹，咱讲是遗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奇迹，会当讲是自然界，或者是咱人世间各样互人无法度理解怪异现象，也是代志。第2个词读做古迹，意思就是古早所留落来的遗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都市是一个历史古城，算是有90个古迹。经过这久的时间，这个遗迹大部分拢会当保留落来，嘛算是一个奇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节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